喂，你睇咗夜王未啊？你覺得以下邊個女仔最靚？Mimi、Coco 定係 BB？定係葵芳啊？我覺得 Coco 同埋 Mimi 咧係偏成熟啦，有女人味嘅人嚟嘅。葵芳更加唔使講啦，簡直係心目中嘅女神。BB 咧成套戲係好有學生 feel， 睇落係最細個嘅。其實點解 BB 咁似 BB 咧？好簡單啫，膠原蛋白。其實醫學業界一早就已經有研究，醫美光子嫩膚包含住 IPL 啊、DPL 啊等等，但係重點唔係咩光都有用嘅。市場上面有啲嘅儀器係為咗 gimmick 嘅啫，搞咗好多唔同嘅光。醫學報告研究顯示，只有近紅光嗰個範圍嘅光嘅滲透先越嚟越深，係可以對真皮層造成有效嘅增生膠原蛋白啊！甚至有啲嘅儀器係選用咗近紫光嘅光譜，反而係導致可能皮膚敏感啦、色素沉澱、反黑嘅一啲嘅問題。所以我哋研發光拉提嗰陣時，我哋核心係發現咗3種唔一樣嘅光，精準嘅光譜係包含住紅光、牛奶光、生命之光，佢哋每一種光都係針對皮膚唔同嘅層面去做到層層嘅滲透，可以做到全方位由內到外咁樣去抗衰老。第三方報告顯示咧，使用1個鐘頭啫，我哋嘅膠原蛋白指數可以上升62%，NAD 加可以上升382%，係即時嘅效果啊！嗱，我哋研究美容產品咧已經係30幾年㗎啦。如果你想了解多啲光拉提嘅話，可以撳以下嘅 link 去了解多啲我哋產品嘅詳情，或者 follow 我哋，話俾我哋聽你想分析嘅皮膚問題啊！